是不无，空中下人为必定你，竟然是你行路，上帝的大威严无比，万民应该敬畏。万军的主机关兄弟，冠冕是在天大，海中大水受你管制，你好风烟浪刷，天顶小你的呀兄弟，万行是你做家，难保是你从这对地，刷呀称赞你了，祝你成就大官的。家官保护前沿，主爱信息义理公平，是你不做的地。这首咱较无熟吼，这是杨树用牧师伊所做的诗。用伫差不多100几年前，美国的一个清早的诗歌做帖来做的首诗吼，伊是伫诗篇89篇的内底学了上帝创造，上帝是信息，咱通学了伊，咱也管主要好法，也管上帝，伊的确会保护正义。伊的主爱，伊的信息，义理甲公平，是伊宝座的地基。咱第5再过来唱一遍吼。主，来，主你成就大官的，也管保护正义，主爱信息义理公平，是你不错的地。咱每一个礼拜，咱平安来到圣殿，这是上帝大大的恩典。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有拄着无共款的黑暗，无共款的逼迫，总是当咱若尽力找求真光的时，黑暗的确会变做消无去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咱若面向阳光，咱的影伫倒一个？面向阳光，我们的影子就在我们的背后。所以你如果咱一直将咱的眼光放伫咱所逼迫的代志，放伫黑暗，咱也无找求真光，就是信心，无靠着信心来行每一日的路的时，咱的心就继续伫黑暗的中间。当咱若真正勇敢面向太阳，迄个咱的影绝对是伫咱的后面。咱若尽力来追求迄个真光，就是信心会帮助咱，会引带咱，的确会突破咱所有一切黑暗。咱来唱这首诗，圣诗177首，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。咱盼望会当靠着信心来行每一日的时间，会当互咱有重新的性命，会当来行
主耶稣甲咱同行的路。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，是咱回乡前的事。相信听堂会带来恩典，安然休困可通过去。靠主耶稣救赎的公路。信心观念大是长路，通过你我，何时爱改变好？信心能望定是去做，靠主信心坚固来心志，勇敢出久的过去。失望最怪，忧伤拢脱离，对真心都发现意义。永活的主最近带咱去，分享见证跳堂座位。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。主爱上帝，我是万美。咱这首诗是非常活泼的一首诗吼，它是3拍子。还有第4节、第5节，来无快。4节，好，1到4。第5节是圣餐对，我想奇怪有5节，因为第4节甲第5节的结束伊是较悬的音，第1节到第3节是较低的音咱等下唱的时爱注意咱希望伫今年已经过一半，伫6月上尾礼拜的主日，牧师的讲道是信心，靠着信心。咱爱来实践咱每一天的生活。信心的果子是啥物？咱做伙来背忍耐、欢喜、和平、忍耐、慈悲，善良，忠信，温柔。站站9个果子，希望咱既然是靠着信心来行每一个路，所以黑暗就是伫咱的后面。咱大家做伙来做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
都偷放咱做自由，所以恁就徛在，无得搁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。大家来吟诗学老上帝，圣诗221首，圣诗221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咱的主，对圣神交代，会在世里马利亚出世，本丢比拉多前来受苦，定是的是安怎对世人通过听者，三角用刻印文诗篇77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11节到20节来应答上帝的话。我要对上帝出声求叫，伫我患难的日，我找主。我要讲起上主的所行，我要忖度你的所行。上帝啊，你的路是圣的，你是行奇事的上帝。挽用你的手，赎回你的百姓。上帝啊，遮的水见着你，遮的水见着你，拢惊吓。白云变出水，洋葱出声。伫光内风内有你雷的声，四若的光四甲通世间。你的道路伫海中，你的路径伫大水中。甲你用摩西、亚伦的手带你的百姓，亲像羊群。同心来祈祷，
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有大权能，都有满满的慈悲，感谢你的大疼痛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替赎阮的罪，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啊，阮即时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承认阮的信心无够，阮的心思意念定定去互外面的世界来扰扰。阮知影阮是有欠亏的，阮心内所想所做的代志，有时毋是你所教示的。恳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帮助阮行在你的光的内面，会使确实来悔改，搁一摆来洗清阮的心。天父上帝，你就是阮的道路、阮的真理甲活命。过去的一礼拜，阮的日子有起有落，但是阮知影你拢甲阮同在。感谢你保守阮的平安，互阮有盼望，嘛恳求你赐下信心，伫咧阮的中，拍开阮的心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，会使专心来领受你的话，帮助阮有气力来改变，脱离你无介意的行为甲习惯，帮助阮毋通倒我靠家己的想法，爱顺服圣神的引带，来行即条永生永活的路，互阮的性命结出圣神的果子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。阮即时嘛爱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唱。
来攻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咧新约加拉太书5章第1节，以及第13节到25节。伫咧台语汉语本圣经217页，新约加拉太书5章第1节、13节到25节。基督透放咱做自由，所以恁就徛在，无得阁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。第13节，兄弟啊，恁受调是来得到自由，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，是着对仁爱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。设使咱三吞家，行了会三袂无，恁就谨慎。当我讲，恁就照神来行，就无正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肉体爱攻击神，神爱攻击肉体，两个相对敌，互恁无行所爱行的，独独恁若互圣神所引带，就无伫律法的。当肉体的品行有露现，亲像奸淫、恶恶、邪僻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三争、怨恨、受气、结党、分平、异端、惯惰、酒醉、放荡，以及亲像即号的。我前捌大声讲，今嘛大声甲恁讲，汝若常常行安尼的，将来无承接上帝的国。若是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温润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尊节，亲像即号无有律法禁伊。搁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捌将肉体甲伊的情、伊的欲定伫十字架。咱若照神来活，就照神来行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靠着圣神行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这个时代，做家己、活出你家己，已经是真做年轻一代的座右铭。社群也是媒体也不断地鼓吹，你若勇敢表达，无去压制你的感情，你无需要改变，做你家己就好，唔通互其他的人来限制你，活出真实的你。这个话听起来拢充满勇气，甲透放。好亲像咱只要甲顶一辈的人无共款，会当勇敢做家己，就会当得到自由、价值也是幸福。但是当咱搁较深入去想，我活的是倒一种的真实，就会当发现，安尼的观点是非常的危险。因为咱活的是 truth， 也是 truth。truth 的头一个字 T， 若是小写，就是真实、事实的意思。但是咱自认的事实，敢真正就是事实？咱个人的感受，敢真正就是真正的标准？咱看做正确的，敢一定就是正确的？亲像前几天有一个娱乐新闻，就是一个喜剧的男演员，伊讲伊对伊原本的女朋友不爱了，伊无爱伊啊，所以就放杀伊。然后伫这个查某囡仔自杀无偌久了后，伊就马上嫁伊另外一个查某囡仔。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活出家己，因为不爱了，这是你个人的感受。但是这个人无去思考关系内面的义务，也无去思考讲爱安怎好好啊处理一段无适合的关系。所以安尼的 truth 无法度带互人自由幸福，嘛互人活伫虚假的内面。但是大写的 truth 表示真理，这个真理毋是科学、数学证明出来的证据。大写的 truth 就是唯一的真理，也就是主耶稣。耶稣捌讲过：“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近爸。”另外，耶稣嘛讲到真理的重要。恁若捌真理，也真理要互恁自由。就是讲，咱若认捌主耶稣，就要对伊遐得到自由。这个自由会破坏世界，也是破坏魔鬼互咱的白插话。
因为世界也是魔鬼，拢讲咱比袂过别人，拢讲咱无价值。但是对耶稣来的自由，要恢复咱的身份，互咱知咱真正是上帝宝贝的囝儿。但是有人认为做上帝的囝儿，定定受到真侪的限制，比如讲礼拜日爱来做礼拜，爱服侍，爱奉献，爱守规矩，这看起来好亲像是失去自由。但是咱若看火车、高铁这大众的交通的工具，因若想要做家己，无想要互铁路来束缚，因敢会当真安全去到目的咧？无可能，行无偌久就会冰车。同款，人若无耶稣引带，较缀着家己的欲望，较缀着世界声音去行的时，咱不但无法度活出上帝创造咱所要赐予咱迄个真美好生命的意义，并且咱嘛无法度找到真正的喜乐甲平安。这也是今仔日保罗伫加勒泰书第5章伊爱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当时的加勒泰教会有一寡人主张，若信耶稣以后，或者外邦人嘛爱受律法，特别因嘛爱行割礼，因安尼才会当得救。但是咱知靠行为来称义，这甲因信称义是相违背的，因为咱人毋是靠行为来得救的。但是伫即个教会，嘛有另外一派人，因误解伫基督内面的自由，因掠做信耶稣了后，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，所以伫因的中间，甚至有奸淫的代志发生。所以这两种声音伫教会内面互相冲击、互相攻击，也因为安尼，保罗才会写今仔日这段话互因。保罗伫第1节开宗明义讲，咱会得到这个自由，毋是咱家己努力得到的，是因为耶稣基督透放咱，所以就徛在无得搁挂这个做萝卜的担。担的意思，这个的意思就是放伫精生头颔棍仔顶的工具，可能是放伫牛、放伫马顶面，迄个控制伊的工具。这用来控制这个精神的行动，所以第1节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基督的救恩，互咱已经脱离罪甲律法的控制，嘛互咱得到灵性的自由，所以毋通继续接受伫律法的控制下面。但是保罗无否认这个律法的重要，所以伫第13节到第14节，保罗嘛强调。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，是着对仁爱相服侍。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，就是讲，疼厝边亲像家己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因为耶稣的救恩来得到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毋是咱想要做啥就做啥，反倒当咱来用疼这个上大，包括一切的律法。来彼此服侍，用一个例来形容，有一个人因为犯罪，互关去监狱，伫伊所关的迄间细细的空间内面，看起来伊真自由。伊会当伊伫迄个空间内面食饭、便所、读册，也是甲其他的犯人伫遐开讲。但是实际上，伊会当做选择，拢是互屈束伫迄间真细间的监牢的范围的内面，所以这是假的自由。毋过有一天，伊经历赦免，伊免阁受到监狱的限制，伊就开始有真正的自由，会当自由去选择的权利啊。但是安尼权利，无表示伊会当随在去伤害别人，也是去做无道德的代志。这个人会当自由选择的是，伊会当过一个有意义、正直、甲别人有毫无关系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但是保罗知影人真软弱，因为按照咱的习惯，咱无可能靠家己的气力去变好。反正虽然咱知影这个方向毋对，虽然知影讲咱爱做出真正确的选择。但是每一届，咱就是伫不断的忏悔中间来结束。唉，
我哪会阁做出同款的代志？亲像现代人伫读圣经，咱毋是掀开圣经来读圣经，咱是点开手机仔内面的圣经的软体来读。但是当你一点迄个手机仔，哇，一个通知入来啊，一个广告入来啊，也是别人传互你的一个信息一入来，就将咱的心吸引过去，你就开始滑手机。然后几啊点钟了后，你才想起来讲啊，我毋是要读圣经吗？保罗伊嘛捌面对肉体的挣扎，所以伊有讲一段话真有名，就是讲，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，若是我看百体中有别个法，甲我心智的法相交战，掠我来降服百体来罪恶的法，苦啊！我会做人。一嘴要救我脱出这个地到死的体啊！连保罗拢有安尼一个交战，伊想要做好，但是伊知影伊内面有一个声音一直扭伊去做歹，所以伊伫遐讲：哇靠啊！我的肉体啊，我的肉体遐尔软弱，扭我去做迄个歹的代志。伊知影肉体甲圣神是相对立的，伊嘛知影讲人无法度来战赢家己。所以，伊知影，伊体会是人拢需要一个外面的气力，又就是圣神来引带咱。所以，伊伫今仔日的经文劝勉咱，着照神来行。但是，圣神是安怎引带咱的？圣神毋是强迫咱、扭咱在行。这个行的意思有继续行、一步一步行的意思。另外，圣神的引带嘛，毋是一摆就成功，伊是带咱伫一种真稳定的生活方式的下面，将咱渐渐带到上帝的身躯边。一旦咱有神的引带，咱就无伫律法的下面。意思就是，当咱有圣神的引带，咱就无需要靠外在的行为来互上帝欢喜，来互这律法来约束。咱就会当活出上帝囝儿真美好的迄个生命款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来培养对圣神来的一个敏感度，咱爱去听圣神的声音。亲像顶礼拜我有讲，咱爱去听伫圣神内面的禁止，就是圣神知影咱拢缀肉体去行。伊嘛知影咱安尼行会发生什么款的效果，所以伊会提醒咱。但是有时阵咱无用，无听到；有时阵咱太过自我，毋愿意去听，就安尼失去信心提醒咱的机会。但是对真济基督徒来讲，我靠信心是非常抽象的一种观念。咱嘛毋知影讲咱安怎做，才是我靠信心。咱嘛毋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做，才是互圣神引带。但是咱会当学习，比如讲，咱伫做决定，也是伫反映代志，伫回应人的进前，咱会当暂停3秒钟，伫咱家己的内心先祈祷，才来回应。也是譬如讲，有人互你足无欢喜的，咱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甲呛转来。但是，当咱决定要倚靠圣神，咱会当先停落来，内心祈祷，圣神啊，帮助我，互我知我要安怎回应才是好。另外，咱嘛会当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列出一张顺服的清单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你突然间想到一位朋友，你真久无甲伊联络，你就毋通忽略迄个感动。因为有可能圣神伫感动你，用你一个信息，用你一个电话，互对方感受到关心。也是讲咱家己伫做选择的进前，嘛会当问家己：我做即个选择，会当互我搁较倚近上帝，也是倚近我家己内面的骄傲甲愚妄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神绝对袂强迫咱。伊是邀请咱进入甲伊的关系，互伊引带，甲伊同行，
会当进入一种全新的生命的节奏。接下来经文，保罗提出肉体的品行甲圣神的轨迹来做对比。但是，请咱真注意的代志是，咱毋通将这段经文看作是行为的清单，也就是讲，咱毋通用这段经文来认定什么代志袂当做，什么代志要努力去做。那安尼的话，咱就陷入伫迄个行为主义的内面，咱就真做我靠这件代志，我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的迄种人。但是，这毋是上帝爱咱做的代志。上帝爱咱做的是啥？因为信耶稣来互上帝称作义，所以相信是搁较重要的。所以，伫遮列做这个清单，互咱来判断讲，什么代志通做，什么代志毋通做。这毋是保罗的重点。保罗列出这两种的对比，是要搁较深入问咱家己一个问题：你是要互谁来掌管你的性命？是肉体的，也是圣神的？但是保罗讲，肉体品行是路现的，因为无论是奸淫、污秽、邪僻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三更、怨恨、生气、结党、分平、异端、怨妒、酒醉、放荡，这拢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的行为，是看会见的行为。所以咱看保罗直接讲着非常的严格，伊讲：既若常常行安尼的，将来无承接上帝国。意思就是，咱若一再互肉体伫咱的内面掌权，来行这肉体的代志，安尼咱袂当承接上帝国。请咱注意，保罗直接讲肉体品行，毋是直接讲性的代志尔。伊伫形容的是一种状态，就是看重家己，无顾别人，无顺服上帝的状态。伊句的这歹代志，虽然有无共款的字眼，但是因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自我中心。所以，一个敢若看重家己、注重家己感觉的人，一定是甲家己无啥偌好，嘛甲身躯边的人无啥偌好。甲开的团体嘛无啥偌好，伊甲上帝关系嘛一定无啥偌好。但是甲肉体品行对比的，就是圣神的轨迹。保罗直接讲，若是圣神的轨迹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准则。伫这轨迹，咱若去看原文，伊是单数。一个毋是高劣无共款的轨迹，会用轨迹来形容，是伫讲伫咱的生命内面渐渐形成的一种结果。亲像轨迹的中心，毋是马上就结果子，伊是慢慢啊结出果子。所以共款，当咱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掌权，这美好的特质就会慢慢啊生长出来。所以这嘛提醒咱，圣神的果子毋是人会当做出来的，圣神的果子是圣神伫咱内面掌权，渐渐形成的一个结果。既然是渐渐形成，这嘛表示咱毋是一做基督徒就马上变做圣人，咱是渐渐互圣神塑造、引带、行往正信的一个过程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记圣神的轨迹咧？咱会当用三个一组来将这个特质来背起来。第一组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仁爱形容的是无自私的疼，这个疼原本是指上帝的疼，因为只有上帝的疼，才是无自私，才是完全的疼。咱人拢真自私，咱无可能去疼迄个无果水的人，咱做袂到这个完全的疼。但是，当圣神引带咱，互咱体会到上帝无条件的疼，互咱体会到上帝竟然死伫十字架顶，安
安尼疼，安尼救恩是互所有的人的时，咱就会当渐渐去学习，去疼迄个无高水的人。咱渐渐知影，我着爱安尼做，来反映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我即个罪人所付出的疼。欢喜，欢喜，毋是讲我生活顺利我就欢喜，是因为有圣神甲咱带，互咱无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咱的内心会当保持稳定甲平安。和平是形容咱的内心袂定定挂虑甲压杂。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在搅扰咱，但是圣神互咱知，基督是和平的人君，伊互咱无阁受到罪甲惊吓的捆绑，互咱活伫有上帝同在甲平安的内面。所以这是第一组，你会当安尼背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；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第二组就是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吞忍的意思就是，当咱拄着歹斗阵的人，也是环境困难的时，咱会求圣神帮助咱听候，无随便生气，互咱渐渐会当达到耶稣学生应该有的模样。这真正真困难。互咱一代志一来，咱马上就生气。但是吞忍就是假使咱爱听候，咱靠家己做袂到，但是咱求圣神帮助咱结出安尼的果子。慈悲是对人真友善，欢喜帮助别人，袂去计较。因为当咱想起上帝嘛是安尼慈悲伫对待咱，咱就会当伫圣神的帮助下面，慢慢啊去学习。善良就是当圣神伫咱的内面换新咱的时，咱就会去做正确的代志，去反映出上帝的真实甲公义。所以这是第二组：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好，所以咱若第一组、第二组背起来就是啥？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温慈、良善、善良。哈，因为我是背华语的，所以台语较袂晓背安尼吼。好，第三组，互咱会当安尼背：忠信、温柔、尊赞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忠信就是讲，当圣神帮助咱，咱就会当持守真理，忠心服侍，正做达得信任上帝好的管家。温柔就是讲，当咱灵性真成熟的时会表现，咱的态度会真温和，咱无去伤害别人。虽然咱手有权柄，但是咱也袂懒散去使用。准则毋是靠家己的意志，是圣神伫掌管咱生命的结果。咱会当倚靠圣神来管理家己的情绪、欲望甲行为，互家己会当行伫上帝意爱的道路顶面。所以这九个特质，咱会当用三组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；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；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三组背，就真简单，会当背起来。你讲为什么我爱背起来咧？因为当咱背起来，就会当伫咱生活中间真做咱的提醒。可能当有一个人，互咱真生气的时，你若背着吞忍。哦，你就知讲，我爱听候，我爱忍耐，等待我的情绪过去，我再来反映这件代志。所以背起来就是会当对咱有帮助。落尾保罗讲，这号无有律法禁伊，就是他拄仔所讲的圣神的果子，是无律法会当禁止伊的。所以是讲啥？咱因为听来做这个代志。保罗讲这句话，特别是对遐律法主义的人讲。律法主义的人就是讲，咱爱行律法，遵守律法，上帝才会介意咱，才会听咱。但是保罗讲，毋是安尼，咱是要对内心、对听来做出这个代志，毋是靠律法，因为律法无法度来控制咱肉体的品行。律法有法度控制咱内心的嫉妒吗？无法度。
律法有办法控制咱内心怨恨别人吗？无法度。但是保罗讲，靠律法来控制这个代志无法度。但是当咱有信心伫咱的内面，就会当慢慢塑造咱，因为信心的溃烂是超越律法的限制。落尾保罗结论，我靠信心的人，就是一个已经将肉体、甲肉体品性、甲耶稣同钉伫十字架顶的人。肉体罪非常歹处理，咱拢知影，咱常常怨恨别人、嫉妒别人，这足歹去处理的。但是保罗嘛甲咱讲，上帝已经得胜，所以属伫耶稣的人，咱嘛会当有信心，我靠信心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要安怎我靠信心？就是照神来活，就照神来行。靠着圣灵而活，也要靠着圣灵行事。行的意思就是照队伍的节奏来行，亲像军队在行军，就是排几排，照一定的速度在行。所以对信心来行，照信心来行的意思就是，咱毋是孤单家己在行天路，咱有信心通地。咱嘛会当甲即个有信心的信仰团体，就是咱共信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行，所以咱无孤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基督已经投放咱，互咱得到自由。但是即个自由毋是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着听。即个自由毋是互咱为所欲为，是要互咱选择。伫信心的内面，活出一个全新的你。信心嘛袂压制咱、控制咱，互咱成做机械人。信心要呼召咱伫基督内面，找到迄个按照上帝创造的迄个美好的咱。所以做家己，毋是活出家己的 truth， 是伫耶稣基督的真理的迄个 truth 内面。来活出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找到你，是阮的活命，你是阮的真理，是阮的道路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勇敢来选择跟对你，无互即个世界的白插话来欺骗。即个世界看起来真自由，阮会当为所欲为。但是阮知，这拢是带阮行灭无的路。恳求主你帮咱，互阮真正来祈求你，因为你要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那做伙来读两遍今仔日的金句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若唱喊礼马来看后面的。”无下伫上帝的国，国家福音9章62节。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若唱喊礼马来看后面的，无下伫上帝的国，国家福音9章62节。”下甲来因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77首，圣诗177首，请起立。
赖宜嘉执事、王恩信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请兄弟到1楼来摕今年7月到9月成功示范表，甲新眼光读经。第二点，三摩义儿少牧区伫咧7月1号到4号举办夏令营 AI 梦想家。教会会友每一个人的费用是2300块，欢迎升小学1年到升国中1年的学生囡仔来参加。请向陈牧师、曾启阳长老、传道来报名甲交费用。请牧师介绍新来的人客，以及补充报告。好，咱来欢迎咱今仔日来到咱中间新的朋友，咱欢迎许长胜跟徐家谦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，请坐。好，伫遮咱嘛有几件代志，值得咱来恭喜。好，就是咱最近有真侪的青年来结婚。好，今仔日下晡，好伫汉来饭店。面容吼，就是徐宗贤甲江玲楚的公主，吼要伫遐举行结婚的礼拜。佮蔡新华吼，就是英兰乡上细汉的查某囝，要伫7月3号要伫美国来举行婚礼，吼，所以咱真恭喜这两个家庭，吼，咱嘛甲悲伤的家庭来互相来安慰。就是寿梅姐廖罗寿梅姐和牧师妈，伊伫礼拜5已经完成告别礼拜，所以因规个家族伫昨昏吼已经伫花莲将伊的骨灰来安葬好势，互咱嘛继续来替伊祈祷。好，另外咱补充报告就是咱楼顶迄个手抄本圣经的，互咱等者伫1楼，吼，咱找徐伟勋长老甲秀娥执事来领取。好，这是咱来公道。
互咱嘛今仔日真欢喜，看到顶礼拜出院的林水长老，吼嘛来到咱的中间，咱甲咱做伙来做礼拜，互咱嘛继续来为伊祈祷。互咱嘛为着幼春节，幼春节伊伫7月1号要搁做一个手术，咱嘛恳求主会当保守，互伊手术会当真顺利。蔡明宪长老嘛伫病医，刘道明兄弟伊嘛伫听候手术。所以咱嘛为着公鸡节、廖吴淑慧节、金婚节、雨婷、阿卡节、民主节、方梅节、丁友兄、顺行兄、以礼、明理节、阿菊节、郭元兄，这集体来祈祷。嘛为着咱的事工、建堂的事工，以及为着咱后礼拜儿童的即个夏令营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规个过程拢真平安。咱嘛为着各地宣教师，为着咱的台湾，为着各世界各国来祈祷，特别为着战争的所在，恳求主怜悯，互咱开喙来祈祷。主啊，所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救恩，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会当做伙伫遮来祈祷。主恳求你帮赞，虽然阮无啥会晓祈祷，阮的信心也无够野，总是主你听阮的祈祷，你也怜悯阮的软弱，你知影阮的心的迫切，阮的热切，阮的忧闷，阮将阮的遮个大道的事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。阮特别为着伫病院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幼春节，伊伫7月1号要进行一个开刀，恳求你也保守，互伊规个过程拢真平安。也为着蔡明宪长老来祈祷，恳求你来帮赞扶持，互伊伫安尼一个过程也无过头的痛苦，也保守伊的全家。主，阮也为着到民乡，也伫听候适当的医疗，恳求主也保守。阮也为着其他伫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祈祷，阮也真欢喜看见林水长老对病医来出来，到伫处理来疗养。阮恳求你也继续带领，互伊会当真平安。主，阮也为着其他侪兄弟姊妹，年老的也是伫处理做治疗的、做复健的，恳求主你拢保守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也加倍享受信心，甲气力。疼伫因的家族的顶面，享受互因有气力，会当来照顾因厝内或者会破病的人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阮的教会，阮的建堂的事工，恳求你甲阮同工，也保守阮，牵阮的手，互阮知阮安怎行，才合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你帮赞，互阮伫真侪事工，特别阮伫后礼拜，阮有儿童的社区的营会。主，阮恳求你来保守，或者儿童伫阮的营会中间，会当认捌真侪知识，也会当认捌你。也恳求你保守，互营会拢有当真平安来进行。阮也要为着世界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伫各国的宣教师，享受互因平安，也互因规家会当伫上帝遮来得到供应，也保守因所做的工。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，才会讲亲像经济会当富裕成长。阮嘛要为着台湾的处境来祈祷，恳求你怜悯阮的台湾。虽然阮受到真大的威胁，总是主恳求你，互阮有勇气，也互阮会当勇敢阮四周围还未信主的人来传福音。恳求你帮赞，互阮所有的遮同胞，有一日拢会当全部来归你的名。阮也为着世界来祈祷。世界真侪的战争伫发生，主恳求你的怜悯。阮看见有真侪的人，因受到无辜的安尼的一个战火的破坏，直到因的囡仔爱死亡，直到因拢爱离开厝里，无所在通住。主，阮恳求你的怜悯，也恳求你会当来停止这战争，或者领导者因会当用搁较大的疼来看见因人民的需要。主，阮将阮的生活一切所需要，拢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伫暑假期间，阮也真侪兄弟姊妹要出国，也是伫国内旅游的，恳求你保守，也拢互阮拢会当平安，也互阮会当伫安尼旅行的中间，会当甲阮厝内人有真好的斗阵。
主也恳求你保守看顾，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是来吟圣诗，圣诗391首，圣诗391首。吟诗了后，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